你们讲哦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敢有要生气什么物件？你拄则是毋是讲话无听着？我讲敢有要生气什么？你生气即个画面系豆影，我看声音敢会实在，等下吼，你著先来试下。我人咧分享这，刚才我看袂着。
你等下讲有其他影片，因为我看你的声音无问题，听着你现场，为你即摆麦无变，你的声音听着。若你等下会放其他影片，若会安尼爱听声。我找一个。毋过即嘛有一个问题是，我诶简报专业无时阵，我就看袂着Meet诶画面。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阮早处理过，同爱专业无，因为你即摆分享是无我用手机看好。因为你开个电脑去分享，会碰到这个问题。不然，我给我用手机啊。来使。安尼我先放声音看，你有听无？有听有声？你同到过去呢，总得一到三日，你有盤起一陣，啲管無平，大個用假睇我，啲腦無睇錢，而睇叫我哋對我服務我話係真。你聲音哪會正常會使。好。當然這樣，我也是。開始我用掉哈。那你要用手機會使？先試看覓，因為有時陣手機甲電腦處理袂好勢，都有雙聲。對，即馬都有，即馬都可能愛插耳機是安怎？就即馬愛試看覓咧。安尼講有。安尼正常。8點的時陣我會做一個開頭我可能就會講5分鐘講什麼心態這個讀冊會若要參加安怎差不多5分鐘就等互你差不多講到50分8點50分咱就先迄一張相就是我會叫大家鏡頭開就掠圖掠刷到 Q&A 這個時陣就時間超過嘛不要緊就是看你的時間就是上要緊就差不多50分講到50分大家翕了就是 Q&A Q&A 若講真儕人問問題就繼續安尼看你的時間啦袂使佇互你安尼加班好。
啊，伫我若伫讲5分钟，我可能会甲画面搁重分享。所以讲5分钟了后，我分享煞到你，你可能分享的画面搁爱搁爱重新搁来分享一次。好，咱8点才开始着吧？安尼我先，镜头会使先，后日恁无法度放轻松。袂啦。我惊我比较我平常用快。嗯。
但是有人也去有请问什么问题？
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吼，即马8点吼，咱即个要开始演讲，我小解一下吼，我即马画面切换吼，切换到遮，吼，就是阮即个读册会啊，吼，逐礼拜的暗时8点到9点，就是这叫心态啊！歹势，我这台电脑这个例行报道吼，这个保税例行报道，有一寡罗马字看无明，就是台语心态读册会。啊，若讲想要来逐礼拜拢来听，甲心态有关系，啊，无共人啊，因为大家教论有可能你若来参加啊有兴趣，你嘛会使来分享，就是逐礼拜。暗时8点到9点，啊，毋过你若今仔是讲听的就好，啊，无要来参加嘛会使，啊，若有要来参加吼，就是来找我吼，来私信吼，这是我的名册吼，私信互我，讲你想要参加，我就甲你 Q 来遮，啊，我来小解一下，就是讲有一寡网址吼，这是厝仔讲台语，就是咱这届邀请的咱的主讲吼，就是阿婷吼来讲，这是伊的名册，伊做侪心态尔，囡仔的心态尔，啊，若大家有趣味的吼，会使来厝仔讲台语遮吼，啊，这共款罗马里我的例行的问题吼，啊，这是咱主讲吼，想要了解咱主讲有啥物无共款的活动，搁有讲有啥物想要遮趣味想要知影，啊，搁有 Q&A， 啊，毋过 Q&A 我本地想讲可能人数会超崩，若是你伫开讲时，你伫 Google Meet， 你就会使 Q&A 时间家己开麦吼，举手开麦，安尼就会使。这 Q&A 的问题是要互讲，若讲超崩啊，你是用直播的，啊，这就是咱即马这个 Google Meet 的网址，我画面还袂切吼，歹势，讲甲欢喜，这若是有超崩，毋过即马看应该是61个人，若讲你伫 Google Meet 吼，你有问题就举手问啊。开讲时问嘛会使，啊，若讲你的朋友讲无法度入来，会使用直播，啊，因为直播遐嘛会使留问题啦，毋过可能行绕高去，所以有一个网址就是会使 Q&A 吼，会使叫问题写伫遮嘿，那你若想要来参加这个心态的。读册会逐礼拜拢来参加，无共人讲，啊嘛会轮流甲你讲，就会使来我的面册吼，讲我有兴趣，我就甲你 Q 入去，我来小解吼，这是我的面册。这个读册会伊内底有办过啥物活动？我分享伫遮，应该画面有过哈，有过来吼，有过来吼，像讲，遮会，若你入来吼，有要固定参加，就是会使自我小解，啊，主办的看到讲，这人毋捌小解过吼，伊会拜托你来小解家己，你有看内底有诚侪人。啊，大家拢会去讲一寡主题，拢甲心态有关的，拢用台语来讲。若讲你讲心态啊，就无啥物想法，嘛会使讲家己的故乡啊，小解家己住的所在有啥物好食，嘛会使乡土，就是家己故乡的一寡代志，拢会使摕来做主题。你会使看这是咱的成员主题这是咱进前的主题你会使看主题，讲敢有兴趣啊
我就较紧的速度吼。啊，等下咱若讲到8:50哦，咱嘛使镜头就开，大家来翕一张相片。你看迄活动的记录拢爱翕相。啊，若50翕了吼，若讲 Q&A 啊，就会使尽量问嘿。叫若讲大家有兴趣，就会使加入这个心态。啊，这心态读册会要安怎加？就是爱找我吼，我的名册吼，啊，就甲我讲，我就甲你 Q 入去哦。这就是差不多是安尼。啊，即马这个网址，因为这内底有做一个网址，我会甲这个网址搭一个吼，咱即马我就保存着这个阿婷的时间吼，甲时间交互伊吼，安尼嘛会使甲这个分享吼，阿婷来分享你的 PowerPoint， 嘿，交互你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婷，声音敢正常？有非常清楚。多谢。因为我真久无伫咧线顶做即款分享，所以即摆有淡薄仔紧张吼。我今仔日要来紹介是，就是我即摆有咧做生态行搭，要甲大家分享一寡經驗。无聽到聲音哦。無聽到聲哦？有？我家俊雄呢？我进小，我讲嘛有咧。有。有哦。安尼我繼續哦。像我今仔當來台語生態讀冊會做分享。我是阿婷，本名叫周俊廷。因為可能我等下安尼紹介啦，就是先甲大家講我是啥，然後我住咧倒位咧創啥。其實我本業是咧做拍片誒工課。毋過我以前背景其實是咧學自然生態誒物件。所以即個過程是安怎來拍片，佮刷落來是安怎要用台語來做遮個時間，中攏會甲大家做一寡紹介。最後就是甲遮個代志攏甲伊結合起來，佮做生態誒行搭遮個經驗誒分享。因為我其實毋知影，今仔日有偌濟我熟悉人來。所以我嘛是按上基本的自我介紹來講起啦吼。我本名叫周俊廷，自細漢佇咧台南大漢。因為我細漢住佇咧舊的台南縣，所以算較草地較長腳啦。因為我甲阮小妹差9歲，所以我的囡仔時代差不多攏是一個，就是用我的畫面，應該看我畫面。看袂到，有人分享，可能有嘿。安尼我看到是高密的画面。我看会到。用這個啊？你不要緊，你訂分享，你就會使甲伊唱過來。安尼，因為我細漢就是厝裡無其他囡仔啦，所以差不多就是咱顧囝。因為阮老爸老母迄陣是咧做建築的，所以我細漢佇迄種中華區大漢，就是佇咧工地邊啊。因為即種環境，即馬大家可能較無即種經驗啦，就是即馬尤其即馬囡仔可能嘛毋知啥物是中華區。關鍵就是迄個所在有路有工地啊，就是城市計劃攏好勢啊，毋過頂面就是無起厝無人住。所以邊仔就是除了一寡工地以外，邊仔無啥物徛家，也是其他囡仔。所以我就是攏我囡仔伴就是工地附近迄
比如讲草坡啊，还是有当热天诶发做者餐钱啊，就伫遐掠虫、掠四脚来耍，是去观察遐小动物。所以大汉了就对生物做有兴趣咧。嘛，因为厝里嘛无啥物，对我读啥物会无啥物意见，所以我后来去读昆虫系。研究所诶时阵走去屏东诶茶城遐读海洋生物诶研究所。退伍了，其实第一份工课是做一种研究助理，嘛是搁等于咧做一种掠虫诶工课。咧做垦丁国家公园遐迄个昆虫诶调查。毋过迄阵其实我最想要做诶工课，其实是甲，就是因为我读册过程当中有发现讲，比如讲学术界内底有做趣味诶，还是较新诶物件，一般诶人拢较无机会接触到，毋过其实拢做趣味诶。所以搁加上我细汉诶时阵，因为我细汉厝里无囡仔嘛，所以我伫厝诶时阵，就是拢咧看册，还是看电视。电视就是拢看迄种动物星球，还是 Discovery 迄种生物诶节目。所以大汉了嘛，做想要做诶。其实一开始退伍诶时阵，找即种头路伫台湾，毋知要去倒找。所以后来，阮第一年放弃啊，是有一个机缘，就是有台湾诶制作公司，就是咧做即类诶影片，因需要有一寡生物背景诶人来斗相共。因为因发现讲拍片诶人甲科学家无一定较好去讨论，还是去沟通，就是因大家捌诶物件是认知诶无啥共款。所以需要一寡迄个制作方面爱有一寡科学诶基础诶人来做一寡协调。所以才有即个机会踏入即个科学。所以就开始做一寡科普影片啊、纪录片，是一寡迄种囡仔诶节目。一直到差不多10档，可能无到10档，做进前啦。就是我开始做一寡甲台语有关系一寡代志。那跳这里，看这样。我即摆就是主要拢平常时住咧台北，因为工课也是，就是无论是拍片还是上课，当然就是全台湾四界走安尼。我即摆咧做诶工课就是像我头讲诶，主要就是咧拍片。我拢讲家己是拍片工啦。因为阮就是基本上真侪代志拢爱做，就是看即个团队伊诶规模是大还是小安尼。第二个就是咧做天主平台行大会带路工，等下甲大家小解带路工是啥物？第三个是我即摆有一个查某囝，所以做老爸了，发现讲做老爸嘛是一件，无输职业诶重要性诶一个工课啦吼。过来就是有出台语生态诶绘本，最近。就是搁有做一寡台语那节目，像即张图，背景即张图就是阮咧做迄个公司台语台一个囡仔节目，叫做说来说去三只虫。这是阮咧出外景诶时阵诶迄个相片。即只狗仔是真正哦，毋是 AI， 即摆做 AI 这是真正。阮咧拍影片主要就是头拄有讲的是生态记录的，还是迄个科学普及科学的，还有一寡儿童还是迄个青少年的节目。像这甲大家分享一下，这就是前阵若是有人住咧台北的，可能就是有听过讲迄个草山遐，因为今年落雨。落介济所以草山遐有一个迄个火山造成诶火山地形诶迄种火山口。我去诶时阵，其实恁看咧涂骹诶水已经要干去啊。伊本地迄个，因为进前迄个风台来以后就是伊遮水中间2-3米悬，所以遮规个火山口就变一个火山湖。做侪人去，就是因为要去找即个。
伊有一个外号叫做恐龙虾，即种物件，毋知大家有看过无？若是有饲鱼仔的人，可能有迄种捕迄种红鱼虾迄种经验。即种生物吼，即种杂食动物，伊毋是真正虾啊，伊是更较原始的生物，就是像红鱼虾共款。即种就是阮定定爱看时节啦，还是讲看倒位有啥物物件咧出，就是爱去把迄个时间爱去做一寡迄个家记录起来的即种工课。我的工课看有比我较早起，伊较早起，所以迄阵水佫足悬的，所以水较悬的时阵，伊这量就无看起来遮捌。所以无共阶段去就做一寡无共记录，若是有机会才来做变做影片，还是讲变做作品的其中一个所在安尼。像即张相片是以早去红头树，遮咱读册会内底，毋知大家有去过红头树无？遐是一个我感觉真。介意生态的人一定爱去的一个所在，就是咱台湾吼。即张相片是阮伫咧因的树林内底咧找动物咧拍片的时阵拄着的。这后壁是樟树啊，即个圆的这拢是土，这是白下的树，因就是用这土甲即樟树啊包起来，因就住在内底，因的土骹嘛是有因的树，因为伫台湾介少看到遮尔大粒的，所以阮就迄阵就介去上。像迄个是红头树的一个海抓洞内底，伊伫咧大家若有去过的话，伊是迄个青华语的青草坡啊，青草原遐有一个就是面对海的迄边，伊是一个足悬的迄种山坎，按遐爬落去，爬落去会找着，就是遐有一个足大的即种墓坑，伊是迄个海水若是涨落来的时阵，伊水会比我人较悬，爬落来的时阵伊就会差不多上悬到腰，还是到迄个倒位啊，迄个骹头夫。阮就是入去内底咧找海蛇，这当然是有迄个研究学者来甲阮指导带阮去的。这就是遮个过程。像这拍伫咧海水内底，做成咧生水的，这其实嘛是咧拍片。阮就是像即种环境较无适合摕大台摄影机，所以阮就是用即种细台的运动相机。像大家可能知影迄种 GoPro 啊，是即马有一寡防水的相机。当伫即种环境来使用。阮翕的物件，大概若是要看罗马里的，这叫做缸啊。等下阮看缸啊是啥？像即张图，这阮嘛是咧拍迄个昆虫影片。大家可能较无法度想象，就是有一寡动物，就是像咱台湾，因为无像一寡美洲、非洲迄种环境拢是大型的动物。咱台湾大型动物做歹翕，所以阮以早咧拍片，较侪是咧做一寡昆虫，还是迄种海底生物的迄种。像即张相片内底，囡仔甚至拢咱围伫阮边啊，咱咧做记录的时阵，这就是咧翕一种芳。等下后壁互大家看。这是阮咧。进前2019迄阵，就是南海伫要通车进前，玉山就是有一个迄个生态影片的案，阮就是去遐咧翕遐除了风景以外，嘛翕遐生物安尼。所以就是像安尼翕山翕海，这是文海，正是迄个海边的海，这是我的工课看。阮就是山顶啊去，海边啊嘛去安尼。像这就是头早讲的迄种塘啊，我这有这影片，放大家来看。啲紅豆腐咧就唔係一路上面紅豆絲油盤，係一層啲古木嘅。
大家用牙看我，你脑部还行。你即摆看这个超播就是差不多这个囡仔遐，就是因阮在去拍几六工啦，像为即摆看这无快乐啦，毋过有当欺负着做人的，有怪看阮的创啥？但对，即摆这是刻意的。即阵即摆伫网络顶拢搁找，毋过是网络顶面即摆是中文，迄个华语。若是有兴趣，大家当搁找看嘛，因为我今仔日时间较短，我爱看者。头拄仔看着即只芳吼，其实伊的名佫还袂做确定诶，毋过即摆有一寡讲法，有人叫土芳啦。因即种芳吼嘛有无共诶种类类似诶，因诶用土去做收诶，有一种叫鸳鸯芳。芳其实因诶形态做趣味诶，因为因诶成分做侪这药草芳是因为因诶药咱华语叫西药凤嘛，伊诶药就是我诶迄个镜头大家看得到，才有一个做底做油诶这就是伊迄个你看不甲伊巴肚小尖。快点来。爱麻烦主办帮我一下关起来。来说来，这就是头拄讲的工啊。我们大概有看过无？工啊，就是有一寡金啊，伊个迄个恒春半岛还是主要是恒春啊，恒春遐个人、屏东遐个人建工啊。听讲高雄诶人会建大马，即种就是咱华语讲诶，就是台语嘅台语古早应该无即个分类诶名，华语建陆籍就是陆蟹，因就是平常时啊，因大汉了啦，平常时啊住伫咧海外诶松林内底。你捌看到即个影片就是足无稳定诶，这就是阮咧咧录咧翕诶过程。真接了后影片像安尼，毋过这位置较低啦。即种即摆就是恁若是热天去恒春，去垦丁佚佗诶时阵，就是恁若是去垦丁尤其热天暗时诶时阵，路面有人会甲，就是一寡志工啊，是一寡迄种交通指挥诶人会甲你炸来，就是讲要让迄即马过车路，就是咧保护即种事。恁看画面中即只，伊咧过程当中佫会叫目只大只即马掠去食。即个过程就是来海边啊，这拢是买的迄种工啊，买的陆籍，因就是要来海边啊，因巴肚的迄个卵拢已经孵出来，已经变做因的迄种材啊，因就是要来放入去海底，去自由生活。等下因大到一个年纪后，才会转来努力。做个即类的影片安尼，这是我的学长啊，伊是咧做即摆研究啊，伊伫咧恒春半岛发现做个新的保险发现的物种，所以台湾佫有即个咱也无熟悉的生物。再来像这就是阮去海边啊去海龟，我甲看较紧，伊冲落海里面水就高低。像这海龟即种画面伫台湾较歹翕着，这其实是咧外国因诶海龟诶保护区，所以阮较有法度去拄着即种因落海诶时间，因为台湾诶海龟诶保育较无较开放。像这即摆咧收诶，这是一尾海蛇，这嘛是人头厝遐。因为今仔日时间无法度每一项动物拢都有，所以我先多食买食。这就是我头讲迄个
海边啊，爬落去的所在，这是厝内已经退休的老师，老师，伊即马伫咧台东有开一间咖啡厅，内底都在做，大概若是有兴趣的，当去台东找伊。即种所在就是阮来按足悬的山坎里面爬来，个顺一条海岸，一直爬，爬去迄个海抓洞内底。这就是阮迄阵拍这影片的过程咧。这个坑是我拄仔翕上入去的迄个坑。我继续讲。有当仔伫咧山顶咧拍片嘛，拄着这，咱内底我知影读册会内底嘛有迄个即款动物的专家，今仔毋知有来无？即只是咧迄个南投的山顶，阮迄阵其实是咧翕塘，咧路行的时阵就发现迄个。头前有草坡咧林南，阮就走过看，就发现遮哪里？伊看到阮的时阵，伊就是惊得爱就叫，这就是阮去按规只求起来，到伊慢慢甲身躯个挺过，要开始走离开的时阵过程。咱若是咧野外拄着伊吼，因拄位因伫咧车路顶悬危险。迄种状况，咱才会当甲伊摸去迄头部无尽量莫去甲伊摸，莫去甲伊吸，无是因为是保有的吼。所以若是你凊彩去甲你阿公，是有可能会用发钱的。所以阮就是对伊看伊咧去倒，甲伊的过程去倒。其实做高阶才有看伊的影，因为两个甲咱共款两个影。就伫咧即种所在，咱能去。即只嘛做好运的，就是阮拄着即只是买柳是，做诶做完整。大概若是有听过其他人咧分享吼，迄个哪里伊上大诶危险，就是除了叫车弄着，就是叫高架。狗仔家己买柳架的。其他就是这。120天做的一寡节目，这就是拄仔看到的昆虫记，还有昆虫美小吹，会较能出。这四出拢迄阵拢是甲客家电视台合作，所以拢是用特意去配音的。再来这是公司的台湾地区证，还有这是玉山甲下骹拉山的迄种形态影片，嘛是迄种导览影片。来是迄个阮民台。甲骨干时光机吼，这就是阮自民电视台因诶迄个青少年诶，也是迄个更较细汉，我袂记因到就是主要是国小国中诶囡仔咧看节目，这做侪贵。个嘛个一寡像戏剧啊，还是即种音乐影片，像教两个，这是。喺歌手的 MV 内底，因诶，就需要一寡昆虫的素材，还是昆虫的画面，找阮去斗相共。还有这下面它就是迄个洗衫机的广告，这对大家广告较注意啊。就是因的广告都讲即台洗衫机做安静的，所以咧洗的时阵，迄尾啊跳伫顶悬嘛，袂跳行甲飞去。所以我就爱去，因就是找阮去斗相共处理这只鸭。就是即只尾鸭啦，就是互伊定伫遮，莫互伊足紧就飞去安尼。即种经验较少，咱个嘛该注意啦。这就是三只小虫，这是客家电视台提供13年的一个8点档。这里也网络顶都看得到，但是大概有兴趣咱去找。像这就是伫咧。红头书派，迄阵是用华语的苏克利和名，所以叫德苏康生。主要就是记录红头书顶悬的昆虫，这一寡其他的动物啦，
伊诶口碑是用较迄种较有感情咧写诗写故事迄种手路去写，就是毋是像一般诶先看影片写科学诶内容较强安尼。那么这些人家科学基本上也网络里面出来，所以大家若是要看，可能爱书店来找吧。像这种，遮伫咧安头书嘛，一种土芳，伊就是伫迄种海边啊，这下骹拢看到，这是落地的迄种沙坡，伊就是伫即种海边啊嘛，当乌空。他拄我无讲着，即种芳吼，因就是乌空拢是无，因就是乌一个做签的缝空。内底做一个房间，互伊诶囡仔住内底，伊生一粒卵，去掠，因要食诶虫花还是蜘蛛，看种类，无共种类食无共物件，家钱入内底，才家伊门封起来。阮即阵去拄好拄着因迄个大厝咧交卖季节，所以会看到工诶某拢伫遐卖，工诶去甲某诶包围去要甲伊交卖安尼。这就是家己咧安头书。即厝就是像要甲伊诶爱人啊咧讲遮个故事诶迄种方式。说来，这影片是他拄仔是好书，这是台湾，就是这个影片有分两个部分。恁敢看会知这是啥物物？伊本来是住咧水底，伊即马因为要雾化，所以就恁看伊诶身躯就愈来愈塌，伊就走来路里冒水滴。做出一点树理度，唔是神，你本来住咧水底。餐饮，餐饮唔是。水菜，餐饮阳光，有水菜，伊细汉叫做水去食，因为因那边的下骹就是。细汉的时阵，因住喺水底，伊要掠其他的动物来食，就是因那边有一个叫做下臀的器官，毋过伊的下臀甲其他的昆虫无同，伊会当安尼伸出去，伸出去的时阵会去掠，伊头前有两支，那废弃的物件，伊会当去甲小动物掠，了后甲拖倒来，伊伸出去这个动作，以前人讲袂出咧共分物件，像去食呢，所以叫水去食。毋过其实是要主动去共掠来食安尼。这支是台湾的溜井，这是华语的。是不是觉得我很像手机游戏的主角呢？华语咱们听到了吼，伊就是用这支是用迄个给人称的方式去写动物的物件，所以拄仔恁若是有听到就是伊。咧讲话的人，就是伊就是即只四骹安尼。在网络里面看会着，然后兴趣的话，听讲迄个公司 Plus 甲伊换做台语，毋过因为我无家人咧，我甲伊讲啥事，我无家人咧换，所以我看过台语版。拄仔讲现在吼，甲迄个台语甲咱母语有啥物关系吼？其实是因为。我细汉，细汉，即摆讲嘛是细汉，就是差不多，迄阵几岁啊？20中岁啊时阵啊，要读研究所时阵，就是伫北投顶面即粒圆圆的所在，这就是在什么呀？恒春的，这是恒春半岛嘛吼，这是茶城，这是恒春，我画的这是迄个鼓山。我就伫迄个海博馆遐读研究所，迄阵因为恁拄仔嘛有人发现讲，我拄仔遐影片，都侪拢是客语的嘛。上主要其实嘛是华语的，甚至后来有做原民台的节目。所以我伫即个过程当中，就是
感觉，咱像拢咧做别人诶语言甲文貌，后来佫有一寡迄个工课吼，因为我四界走嘛，所以有当啊就是除了读册，我开始做工课以后，有当啊若是去讲啊去乡村去出版，还是去出差出场诶时阵吼，拢会去找伊早熟悉诶店头啊买物件。啊，毋过大部分大家人诶迄种刻板诶印象就是会讲讲台语嘛。啊，所以其实阮以早伫遮大诶时阵嘛是会拢甲遮店头人台语买物件，拢会。啊，毋过我开始食路以后，转去遮诶店头买物件时阵，我发现一个代志就是，头家嘛是拢做咧种诶，啊，用台语当然拢无问题。啊，毋过你甲伊买物件了，你发现伊外头甲囡仔拢佮讲华语，吼，甚至是即种大家感觉可能较偏僻诶所在嘛是共款。啊，这个就是大家即马讲生就讲叫外头病嘛。啊，毋过我迄阵就是即种情形吼，拄做一摆以后，感觉做难嘢，就是心内感觉做啦吼。啊，所以伫大家即件代志可能生活头就是做想要用台语去做影片。啊，毋过以早因为我家己语言发展还袂过，真正吼，咱伫咧台湾诶影视诶环境，无论是制作公司也好，还是一寡频道嘛好，就是阮咧拍案诶时阵，我诶头家啦，还是讲阮诶业主，因拢会甲阮拍钱，就是无对台语诶内容无兴趣，因就感觉无市场，无人要看。啊，所以这件代志我一直到我离开制作公司以后，才有机会甲你来做。哦。啊，说来甲大家了解一下，就是带路堂到底是啥物？哦，若是咱内底迄个咱的朋友内底有人咧做环境教育，就是用大部分用华语做环境教育的人吼，咱即马较时惊就是无要甲家己当做是一个老师啦。因为一般咱印象内底就是老师可能是一个较有权威啊，面对下派迄种角度吼，甲学生诶之间诶迄个叫啥物？反正就是要拍破啦，咧互动诶即个角度吼，就是无爱讲就是我是大人，还是我是老师，我较慢要甲你教啥物？啊，所以即马华语诶即种工课，拢叫做引导人，毋知你有听过无？啊，毋过引导人用，若是要用台语来讲，就是讲做袂顺嘛，听足奇怪。啊，所以我后来就想到有一只虫，哦，就是我等下会互大家看伫后壁。有一种虫，伊咱台语本咧叫带路虫。啊，所以我后来就讲我就是类似做带路虫角色，带大家做伙去认捌大自然。啊，其实伫这过程当中，我嘛是搁感觉到做真物件，因为这就像其实自然生态甲咱台语共款，就是学袂了。啊，做这代志嘛是真正捌，啊，所以就是咱做搁个一直去新的物件安尼。后来我咧经历的时阵，我发现我差不多伫2012年的时阵，就捌去迄个以早大陆的迄个台语那文化营。啊，迄阵就有，我嘛袂记迄阵是安怎有机会去做工书，就是去带囡仔营的迄种夏令，类似夏令啊，啊，就是去介绍一寡昆虫的生态，啊，用台语带。啊，所以上早就是咧2012年，啊，刷落来就开始做一寡无共人诶迄种生态工书，还是讲用有一寡影片制作诶迄种工书啊，还是做一寡幕后诶一寡工作人员。啊，刷落来就开始接一寡迄种夏令啊、亲子会啊，还是一寡迄种影展。哦，还是博物馆因有一寡台语诶书安尼。啊，伫咧2023几档就搁愈侪吼，就是因为头早讲诶国家语言发展过啊，以后了即种需求就愈来愈侪。啊，嘛是拄好坐即趟车啦，所以就是有一寡同学来找我去讲一寡咱生态关系安尼。
这嘛拢差不多就是一寡进行做过的代志。主要咧做行大就是，我目前就是家己除了家己带出讲台语的成都行大以外，我甲我的同学同修的主人同小一寡合作安尼。头拄仔讲到咧带路堂就是即摆迄个相片内底即只，这英语叫做泰戈比头，华语就是叫好教堂。华语甲英语拢讲着好，其实就是因为足歹，恁看伊的面的正面，伊目睭做大蕊啊，嘴做大齿的，所以伊目色好爱去掠其他昆虫来食。伊叫做带路堂，就是因为伊做爱伊个较平较迄个会当看他的所在去讨掠，所以伊会出现伫咱人行过搭出来迄种路哩，比如讲山顶还是河沟边拢可能。毋过咱人较大声嘛，所以咱挖紧的时阵，伊就会惊，伊袂用走，伊即个时阵就用飞。毋过伊看那飞嘛是即条路顶管，所以在人可能较水面，感觉讲只堂啦，知影我要到伊老草路种，所以就叫做带路堂。所以我即马就叫即个名来做，我即马咧做工课。我平常时处理就是安尼，就是有一群囡仔，家长，佮其他家长无伫个位内底，就是带一群囡仔去野外去观察大自然，去认捌一寡植物还是动物。主要是以囡仔为主啦，就是虽然是青组团，不过我讲的对象就是以细汉囡仔。家囡仔、兄囡仔这为主，去接触大自然，像比如讲会掠一寡红花看，甚至甲因做一寡自然的观察，还是甲因安去用正确的方式去掠这小动物，还是讲去甲因观察，卖互相伤害。当然，有当囡仔甲动物出事，有当囡仔是无注意，你买叫昆虫还是啥物会去咬着，还是杀掉之类，所以这上面的保护嘛是拢爱透过这种过程来因教。我的过程就是用专台语去进行，像这张相片是伫台湾松林公园内底咧看粉鸟鹰啊，我迄个咧分享这张相片，我讲因为。伫咧台北市内底，台湾松林公园算是一个做宝贵、做珍贵的迄个一片公，就是绿地啊，就是鸟啊、林顶飞吼，边仔拢是厝，就敢若即个青青也有兴趣飞落来。阮就是伫遮林顶贵的所在，带遮尔济，若是做珍贵的囡仔，遮咧看即种鹰啊，看因的生态。有当过程当中嘛，会看，比如讲青毛塔、看尾啊，像我手刻的这个为什么因为是真正的，就是看现场有机会去了解我会看。有当然买大寡标本啊，还是迄种我爱看。有当时就是一寡室内环境做分享。因为我刚刚讲那是。台语甲生态其实是当大家做，免讲应该为人讲我要带囡仔去台语，我要带囡仔去生态，过其实这种表达是当大家来做，无一定讲要生态，就是要去上华语的课安尼。这张相片，内底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一只吼，毋知你感觉这是啥物虫？这是一种迄个草菇啊。边仔这是烟灯，因就是拄孵出来时阵，因袂透袂进前吼，因就会大做伙，因为因个做细汉嘛，所以因拄孵出来时阵，拢会大做伙。这就是有当